如果你把我摆在部分区名单上面，有助于政党票、第三势力政党票的扩大的话，我会答应。前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离开一手创一个时代力量，加入民众党，要甲阿伯当这拼。不过除了不分区，伊阁有更加大的梦想。柯文哲如果邀请我当法务部部长的话，我说我不会矫情，我会马上同意。好，这个之前我都公开讲。对啊，如果是蓝白合，那我觉得最后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取决关键啊，就是行政院院长是谁。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能认同。以我认识的国昌，要放下自尊和魔鬼交易，要跟牛鬼蛇神站在一起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过去当这作战的王婉如是真无认同，国民党总算甲黄国昌牵来做部下，对黄国昌过去伫咧立法院成绩是俄罗斯得志。5个立委加起来都没人家一个厉害了。不，你别再按那讲，你这样马上陷我于你马上陷我于不义。我们一定不承认他的说法啊，心里一定不舒服。国昌老师的演技当然是一流的，但是他的专业内涵也是不错。那我们5位是各有专业，所以我相信主席只是在跟这个国昌老师示好而已了。立院战将4年奋斗，和主席郭文泰安尼干开，心内嘛是看得出丢丢啊失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